今天是2006年1月15号，藏文课是第68次。咱们先复习上节课的念一遍啊，先热热身。177页最底下一句啊，达以帕瑞血把，扬那让你恰巴尔狗。开拜贤了谢把，扬那席位内属主，努尔不记住点且当，民那改缺令那内，米西爬多尔内，缺行松瓦，国块的，看呢，错铁儿松哦，隔壁在上苏东西穷的，上东尼去松都前，上尼东尼，拆度隔壁要戒度加的，切呢给包糖军猫，拉索把他们借给给到，张荣给奴窟窿度群呗，拉玛奴穷瓦堂接的，南部铺热恰丹堂，拉麦恰大丹堂接把皮呢，铁儿样军餐罗具，西巴日虚的，吐啦多巴日虚，听大给铺，潘群度戴毛啦着呢，恰提格啦读呢，且开尔行，南卡拉铺的着，哈几给各给空瓦呢，带东给松来天，恰瓦切穷扛切干，开拜大度真的恰，学瓦白的巨那样，卡多嘎瓦你西多，伦包拿人，开他们借等呐，那样等呗，苏米等呐，新给哈迪米等呗，托马日爱哈迪赛，天内可让俺学习介绍，给龙给台巴堂，起来就马内心内，你给腾呗，就马切的，起来马心巴儿削弱，鱼线来巴儿马大巴儿，俺妈奶你多尔米家，刚把也记马祖巴儿，你家带来给白酒，
节内，可以让伦包他们借7日送了，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忒续涅巴拉，普木代松索。这个回来补充几句啊。一个是翻回到刚才177页开头的地方，这个上次只是讲的头一句，回头仔细琢磨了一下啊，实际上我理解错了。他这2句话呀，你看下边是萨加格言，这个格言呐，不能按照普通的话来理解，他格言就经常拟人化。咱一开始理解说这个箭呢，它不能做主语，因为那个它不会射东西，是要人用箭射东西，这是一般的理解。但是在这个格言里头呢，它这个格言它就是这种拟人化，它就是箭是主语。你看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就是箭是主语，要么就是一个选择，要么杀死对方。就是那个箭呐，要么你去杀死对方，或者呢自己被折断。那个恰巴是一个是破裂破碎啊，破碎，它自己破碎破裂，对于箭来说呢就是折断的意思了。它实际上是拟人化的，就是说你这个箭射出去之后啊，或者杀死对手，或者你碰不到对手呢，撞到墙上撞到什么上边，自己粉身碎骨，自己断了。所以呢，箭是主语，这是这个上节课补充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179页，这个第3句的第2行第2句，就是这个叫南部普，是那个备课的时候没查这个字儿，给忽略过去了。现在一查呢，它就是匹，就是布匹的匹，一匹马的匹。它这个匹呢有什么意思呢？有这个整匹全套，就是这整个一套全套整匹，有这个意思。你比如说他这个南部普，就是说他这个普鲁啊，这个毛织品呐，它是一整匹足，就是量足，满满当当的一匹，这有这个意思。这是第2个。还有一个再翻过来180页，第一句这个中间这个动词叫薛哇白的，后边这个句，这个前加字打错了，它这是沃，应该是帕沃，把这个沃勾掉，写上一个帕沃，找到这词了吧？第一句那个动词句那样，现在是沃前加字，应该改成帕沃，这是打音错误。好，纠正这么3个东西，然后这节课咱们再争取学4页啊。现在咱们看181页这边第12句，现在还是学的这个就是上边那个。就是语法呢，还是上边这个第3行说拉是放在2个命令式中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对对方有2个要求，有2个请求，有2个命令的话，这两个命令式之间的连词就用拉，这个以前咱们也出现过。看最后一个例句啊，这是米拉日巴传里头他舅舅说的话，就是他叔叔把他舅舅不是到那个米拉日巴长大了之后举行了一个宴会，想请他叔叔把那个产权都还回来，结果呢那个不还，你是人多就来打吧，人少就放咒吧，就这话。回来之后他舅舅跟他母亲还有他们他哥妹2个人呢来商量说怎么办。最后他舅舅这么说，注意看说提嘎开了，提是那，嘎就是一个那个说话的一个，就是跟这么一个词儿，提嘎就是
那样，那些哪些呀？就是我们上边商量的这些怎么办啊？商量的这些提纲就是商量的这些，提是做，就按刚才说的那些做吧。拉就是一个停顿，就是一个连词啊。提纲提了，就是就那么做吧。你看下边翻的是就这么办吧，就按咱们商量的办吧。怎么办呢？他下边他总结了一下内容，说菩提云丹记落度痛，菩提云丹记落度痛，菩提云丹记落度痛，菩提云丹记落度痛。这个儿子，这小子，这孩子，云丹记。某些本事，记是不定值代词，就是那就是看姻缘了。反正要去送他学点本事，因为要报仇嘛，要学点本事。但是具体学什么本事，他现在也拿不准，因为那个反正学本事要报仇，但是呢，究竟具体什么本事，他就云丹记，落不学习，痛就是那个当东的命令式，就是打发派遣，发出去，派出去，把他打发出去，去都，这就是目的，这个落就成了目的了，打发出去的目的是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云丹记，谁去呢？菩提，说这孩子呢，就让他去，你看他是送去，送去学点本事，这是第一项，然后呢，可以让马妹。可以让马妹，可以让你们，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你们，你们让就是一个自己，就是你们自己，实际上就是你们，说你们马妹，妈妈妹是子女，包括男女子女，马妹，那米拉日巴送去学本事，马妹就剩谁了？就剩他妈跟他妹妹了。但是说起来呢，还是马妹，就是母子。你们母子呢？挨仨人绝了，我的地方，他叔叔也有地，也有家，也有，就是他有他一块地方。你们母女呢？我的地方，就是到我的地方，来我的地方，绝了。绝是居住或者是坐在那儿，就是看你时间长短了。现在呢，他就是住了，就是住。那个就不是到，你也可以说住到我那儿，但是他一般就是住在我那儿。这个就成了那个语格，就不是方向了。你们俩呢，就住在我那儿。这是一个那个就是命令式之间的那个就是绝，就是你们俩呢就住在我那儿，一个命令式，后边还有一个命令式，所以它之间呢就用拉。像那个第一句里头说。Tegaki 拉，我看啊 ，Tegaki 拉，这个也是一个命令式。然后后边呢说痛也是一个命令式，就是派他去这两个命令式间那个拉连词就是连接两个命令式的拉。现在下边又一个拉，就是你们俩呢住在我那儿，后边还有一个命令式。行给索南提，行给索南提。行是田地，田地的索南是农活农业，索南巴就是农民，就是索南就是农业农活，就是农业庄稼，关于庄稼的这一套。田里的农活可以做，你们俩就住在我那儿，做些田里的农活，就干农活，就这么安排了，就。这个嗦呢，嗦最一般含义就是牙，就是咱们那个牙齿，嘴里的牙。南的最基本含义就是何时，什么时候，也可以经常就转变成意义就是任何时候，随时，这两个合起来，嗦南，嗦还有这个好像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嗦有可能跟那个。大麦啊，什么粮食可能也有点关系，所以就是
咱们呢，它这个时间呢跟季节也有点关系，所以呢，可能粮食季节这么大概啊，咱们这是猜测。为了记单词，咱们在这这么一番妄测，说一说，多联系一些，到时候就能记这个单词。怎么牙跟这个南，时间合起来就是农业呢？瞎联想一下啊。好，这个语法很简单了，就是两个命令式之间连词用啦。咱们再读一遍啊。Tega kila， 菩提云丹吉罗度通，菩提云丹吉罗度通。Kerang mame，挨啥日对了，行给所难题，好，这是这个啦两个命令式之间的连词，就举例子完了。下边再学一个新的形式是唐。唐用于前一分句带语气词的记习系的命令式动词之后，就是前面是一个命令式，命令式之后呢就唐，代表什么意思呢？说连接后边的分句表示前一分句的内容实现之后，就将出现后一分句的内容。它这译成然后，实际上就是说，它因为命令式，它是对对方一个请求。它如果带个唐，就是说你完成了这个，后边就发生有点因果关系的意思。实际上甚至你不理解它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是对他一个要求嘛，对你一个要求唐，你对你一个要求和后边的事儿，显然你就能理解到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做了这个，下边就会还有其他事儿。咱们来看第一句啊。却信度来巴日云了，却信度来巴日云了，你信度非常十分加强，来巴日善好好的，云听的命令是，你要非常好好的听着，就是你这没法译了，就只能译成好好的听着，信度就译不出来了。你仔细听的，佛经常说谛听谛听，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后边一啦怂西堂，前边这个啦就是这个两个命令式之间的了，您是一个命令式，你好好听着。后边呢，这个又一个命令式就是这个怂，咱们先一个一个挨着来啊。意是心意识了，这思想意识，啦是在意识中或者往意识里，或者方向或者在里头。怂是抓取的这个命令式，抓取。取到心里，抓到心里，就是记到心里，就是你好好听着，把它抓到心里，放到心里，记就是好好记住。西是命令式语气词，你好好听着，并且呢记到心里，好好记住。下边译的叫记在心里。对，它就是咱们要学的这个一下现象，就是说在命令式之后加个唐，就是说你完成这个动作之后，就会发生下边的动作。说你好好听着，要用心记到心里。唐就是后边还有东西，后边会发生事儿，发生什么呢？缺了单巴日桥，对你单是基本含义是显示显现出来，再一个就是比较抽象含义就是说，显示的一个方法就是摆给别人看，也可以说给别人听，所以单把在这儿呢就取的说的意思。我将
说给你。下边意的是我讲给你听。语法意义就是说，在命令式后边跟了堂之后呢，你好好听，用心记，你做到了这个，我对你有这个要求，你这样做，然后呢，我就给你说，我就给你讲，就发生下边的事儿，也很简单。好，咱们读一遍啊。그 신도 레바를 윤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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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라 송시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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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쾌라 단발차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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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一句说참새 매바. 참새 매바. 참새 매바. 참새是婆罗门加上句格主语매바说了什么呢？这是过去式，说打给狼家，打给狼家，打给狼家，打给狼家。我的鹿，狼是鹿，家是干粮。要是动词呢，就是饱，吃饱；要是名词呢，就是干粮。鹿干粮就是路费盘缠，下边译的是盘缠，就是路费，就是我的路费。后边啊，倔鸡汤，倔鸡汤，倔是给的敬语，给的敬语，赐予、颁发，授予都是这倔。既是这个命令式语气词，祈请式的语气词，请给我的路费，请你把我的路费给我，请你给我路费，你随便怎么翻了。堂，这就是命令式后边一跟堂，就是说你只要给了我路费，后边的事情就会发生。它有这个然后，你给了路费之后，然后我就怎么办，这个意思。他说你给了我路费，然后怎么办呢？说啊，这丢了3个字儿啊，你就在这个右边接着后边写塔，就是那个塔，然后写一点儿，塔楞切，楞是撒拉达，上加字是撒，下加字是拉，撒拉达，人哪人，后加字是拿。实际上是撒是基字，不是上加字。不过他读的时候就把它读成上加字了，说拉是下加字，撒拉拉那人，再加一个点儿，切是掐塔切，再打一个点儿，3个词儿，咱们读一下啊，塔楞切。塔楞切，塔是现在，楞切是以后，今合起来就是今后，塔是今，楞切是之后，以后，今后，这个现在开始，现在往后，后边啊，霞敦呐，霞是一天，一昼夜，敦是7，拿是在7天之内，在7天之内，在7天中，从今天开始7天之内。7월 개요写薛，7월 개요写薛，气是出发走，基本含义是走，但是这个走呢，它包含这个就是开始走的意思，出发的意思。7월 개요是做，将的未来时，就上边那个做的那个说개가 개라那个命令式，这现在是未来式，前加爬，就是说我将出发，就是说你给我盘缠吧，你只要给了我盘缠，从今天开始7天之内，我将出发，我将这个动身，完了，写薛，这个薛写咱们说了起引号作用，就是
表示这个前边是说的话，薛是动词，薛就是请求，请求汇报。基本含义是说，但是这种说呢是对上级说，对这个比较尊重的人说，所以这叫谦词，谦虚词，就是用谦词来表达，就叫请求汇报。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仨说了这些话，这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两国打仗，他这个他要去到释迦那边去，释迦菩萨那个国王呢，他要去要他脑袋，可能跟对方的敌国的国王说好条件之后，就跟国王说，你给我盘缠吧，给了盘缠7日内我就动身就到对方那边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咱们读一遍啊。참새매바 참새 매바打给郎家绝技堂打给郎家绝技堂他人切下军了他人切下军了气味 Q 写学气味 Q 写学好，翻过来啊，这是这个堂，就是命令式后边加一个堂，表示然后的意思的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例词，咱们看啊，说心底果就多巴尔迭那，心底果就多巴尔迭那，心底果就多巴尔迭那，心底果就多巴尔迭那。兴是树啊，砍倒了就是木。敌这棵树啊，这个不是树，这真砍倒了。这根木头，这根木头，果脑袋，九尾巴的头尾，这个木头就不说头尾了，木头它下边意思叫根梢，就是头就是那个根那边，尾就是那个树尖那边，就是有一根木头，这个只有树干，粗细呢差不多。看不出哪个是头哪个是尾来，说这根木头的头尾，多巴尔迭呢，多就是了解知道考察领会，反正就是研究分析，就是搞清楚的意思，就是你通过你观察，反正分析研究搞明白，考察吧，他的这个自性暂时算考察吧，就是考察就是搞清楚的意思多一些。多巴尔迭吧，如果想搞清楚、研究清楚、搞明白这根木头的头尾，这根木头的根梢的话，哪边是根儿，哪边是梢的话，屈囊度学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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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里面是当然最基本意思，水它那个大了就是河，那这个呀可能就是河里头，它这是放水中没说，你因为大木头吧，你不可能弄个水坑，所以它就是放到河里头。说河里面往河里面学是放的命令式，就是那个匣，这个放的命令式，放到水里头吧，学几，命令式。如果你想弄明白这根木头哪是头哪是尾哈，放到水里头，放到河里头吧。放到河里头之后，你就会明白，就会发生下边的事儿。扎瓦尼图杜努比，扎瓦尼图杜努比，扎瓦尼图尔杜努比，扎瓦尼图尔杜努比。扎瓦是根儿，根呢，突儿是往下坡，突儿是往下，图是方向了，奴不是沉默。这个如果名词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如果动词就是落下去，沉默。
沉没方向往哪儿沉没呢？往下沉没，沉没往前倒着了，往下沉没。说根儿呢就会往下沉，哎，起这个属格就是起那个叫句子中间的一个对比作用。根儿那边呢，它就会往下沉，然后后边是一个对比，是一个转折。哎，另一方面呢会往上走，哎，它就是一个对比关系。有对比的意思，也有肯定的意思，也有连词的意思，也有转折的意思。哎，后边果呢七日穷为人所，果呢七日穷为人所，果呢七日穷为人所。果呢七日穷为人所。头呢，脑袋呢，那是根儿头，它这个头就成了那个树的尖儿了，就它叫树尖儿，叫头。头那边呢，七日往外往上啊，不是往外往后。哎，现在呢主要就取它往外的意思，往外囧出现，囧是出现显现出来露出来。哎，它因为它放到水面上嘛，水面上木头是沉的，它就会一放它就会往下沉，沉了之后呢，根儿的那边就会往下沉，头的尖儿的这边呢就会，所以它怎么叫显现出来出现呢？就是浮出来，在水里就是浮，溢的时候就浮出来，浮到水面外边来，哎，浮到外边来。这两个对比句子就完了。说根儿，你把这个木头放到水里，根儿就会沉下去，尖儿的那边呢就会囧往外水面外边浮出来，就会出现出来。这个句子本来已经完了，但是后边呢又加了一个属格，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呢？人是一个就是叫可以、合适、适宜、对、合理、正确，这个就是一个肯定的，哎，基本含义是可以、合适、对，哎，这个词呢，它判断说这个事情对啊，它是怎么判断呢？要求属格，就是前边那个事情呢，你带一个属格，带上它的意思就是判断前边对，哎，说你这个木头要想搞清楚头尾啊，你就放到河里。根儿呢，它就会往下沉，尖儿呢就会往上起，这就搞清楚了，这就行了，这就完成任务了，哎，这样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么个意思。下边意思说就对了啊，所以你反正你随便译那个意思，你就是说这样应该啊，还应该是这样的。哎，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到河里头啊，应该是，就是说正确的，就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哎，应该是这样。所以你随便翻，你意思理解正确之后随便翻。好，读一遍啊。心底果就多半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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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囊度学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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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瓦尼图尔度努姆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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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呢七日穷为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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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又一个新的现象是来，这个说新实际上不新，来用于前一分句句尾带巴娃的动词之后，连接前面的分句，表示前一分句内容出现的情况下出现后一分句内容。咱们前面见过多次见过这个了，什么什么来就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怎么记它的意思呢？来不是有从的意思吗？从这个情况出发，哎，从前边的情况出发，以前边的情况为基础，会发生后边的事情，所以呢，它就是叫在前边的情况下。译的时候呢，它这译了一个当时，哎，就是在当这个的时候，哎，
也是很简单了。咱们来看例句啊，说提采纳，在那时，改变军帽，国王的军帽，妃子就是王妃，乃给得巴来，乃是病，被病、有病，得是种植，最基本含义是种植，就是种庄稼、种地、种树。种植就有那个叫修建的意思，建立。为什么？你把一个树种到地上，就等于是立起来一棵树，所以它就修建建筑物。哎，你把这个意思都联系起来，修建建筑物，你建庙啊什么也可以用这个词儿。然后它还有一个抽象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加以、施以、做，就是有这个做的意思，就是做前边的动作。哎，做这个就是加以什么，哎，施以什么，有做的意思。这个地方取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取的它那个最基本含义就是种植的意思，就是被病种到身体里头了，栽到那个栽树把病给栽到身体里头了，病种到他身体里了，哎，所以就是进去了，哎，被病中了，就是得病了。巴来就是动词带巴，然后加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国王的王妃得病了，在王妃得病的情况下发生下边的事儿。从这种情况出发，下边呢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说满百节前内。满巴一声，它是主语带句格。戒是这个戒的这个最基本含义啊，是视察。咱们不是有巡有四地吗？视察，巡视的那个视察，一个立人一个司机的司啊，视察，这是它的最基本含义。视察的这个如果就是把这个词再解释什么叫视察，咱们不太不太清楚。你要是应用这个词儿来解释呢，视就是在那儿趴着观察，是吧？视在那儿就猫趴在那个老鼠洞边在那等着伺机嘛，哎，在那观察，这是它的那个。实际上它的抽象含义，如果用词儿多一点，就叫什么呢？精细分析，详细观察。反正就是你自己记不记，反正你就有这个印象就了。视察，这是它的基本含义。然后它如果做名词的做动词啊，它还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呢？从这个引申出来的就是什么呢？诊断，看病的看病，诊断，就是仔细观察嘛。看病你得仔细观察了，所以它引申出来一个看病的看叫诊断。这个看病啊，主要是它这个字典上叫外治法，就是它强调这看病是用的这个，就是像针灸、熏、泡、涂药、拔火罐子，什么这个外科手术、切割什么剁，哎，这些外治法，它这个诊断。但是实际上它在这儿的这个诊断啊，取抽象意义，并不是这个它的这个本意就是外治法了，它就是个诊断。且就是做和两个词合起来就是做诊断还是诊断。医生诊断之后，哎，医生呢他先别管是号脉啊什么观察呀问呐，哎，诊断之后下边说话。诊断之后医生说什么呢？说拿瓦迪了，拿瓦是病，敌这个病，对于这个病下边是假缺灵给者勤呐，假缺灵给者勤呐，大海的岛，洲岛，大海岛的稻子，稻谷，
或者是米，我看这是译的什么稻米哈，两个都译上了。这个实际上说稻米，实际上就是米，它不可能吃稻的，译成稻米清楚一些。秦呢，给，如果给谁呢？给这个病。如果给这个病，给什么呢？给大海岛上的稻米。那实际上是让这个王妃吃。对于这个病来说呀，如果给他大海岛上的稻米，就是让那个王妃吃了这个稻米。错血，错，它的本意本来是，如果动词的话是养活、养育，要是动物就是饲养，就是养活，这养活是它的字性。这个在这儿呢，它就成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说他这个病啊，你给他吃大海岛上的稻米啊，就可以养活，就可以让他健康的活着，就可以让他活下去，就可以好，病就没事了，病就没了，就可以好了，下边就愈痊愈，就这意思。错就是说就活了，对，这个词的动词有时候就是活，就死活的活。医生诊断之后就说了这么句话，就是开了药方了就吃这个东西就行。完了写，下边是戒切所，戒切所，这是个动词，诊断说。医生在诊断之后，前边诊断实际上就是观察，就是这个研究之后，医生在研究之后诊断说，就说这个话。语法就是那个拔来，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他得病的情况下发生后边的事儿。读一遍啊。体测呢，改变军毛哪个得拔来？改变军毛哪个得拔来？门被借钱呢？门被借钱呢？哪瓦迪啦？假缺零给债钱呐？假缺零给债钱呐？错写借钱所。错写借钱所。好，再来一句啊。铁大他们借着的，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借，他们大家，他们，他下边译的是一起，就是全部一块儿。着动词就是交朋友，结伴，这只走路就是结伴。他们一起结伴，这停顿也可以表方式，就是说他们后边的动作走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他们一起走，以这种方式一起结伴走，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做这个状语。南都熟内，这个动词是熟是进入，主要意思是进入。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道路上，往前倒，进入到道路上，进入道路，也就是上路。他们以一起结伴的方式上了路，走到了路上。那之后，上路之后，七日余度同瓦嘞，七日是往后往回，这回呢就成了往回了，因为它是余家乡，余度冲着家乡，同走就是那个气含义，就是那个走，它有开始走的意思，出发的意思，出发向家乡，回家乡，往家乡往回走，出发往家乡往回走，
这是鲜鱼经，这就不知道情节了啊。说这个他们呢结伴上了路去回家回家乡去。巴来瓦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当时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发生下边的事儿，说帕尔纳康巴桑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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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尔是中间，那是在中间，在什么中间呢？就是在他们走路从出发到家乡这个路的中间，在他或者说时间也行，说他从他们出发一直到的那天的中间，反正就是在中间期间，或者是路途上，他这意思是途中，那就是指的路中间。康巴房子，桑包好房子，西瓦西乐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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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形容词，应该是西瓦，这个动词才读这个后边才读轻声，西瓦是凉快，西瓦就是凉快，夏天找西瓦的地方，西瓦凉快。这个对了，西瓦如果要后边读轻声一个是动词读轻声，还有一个什么呀？形容词的比较级读轻声。如果读成西瓦，就是比较凉快。就是比较急，也可以读轻声西瓦。习不定指代词，某一个，看前约就是有，在他们的路上有一个凉快的很好的房子，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不错的凉亭，康巴西瓦就是凉房子，就是凉亭，凉的建筑物吧。这个凉快就是使人能凉快的建筑物，在路上有这么一个凉亭，来停顿一下。铁大嘞，俺儿同瓦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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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这个来你就要看后边的动词才能判断它这个来是什么意思。后边是俺儿是早晚的早，所以这个来就成了比较了，就是比他们早，前边是被比较者，这就是比他们早，比这个他们结伴的这一会儿早，是什么早呢？同走的早，出发的早，就是他们是今天出发吧，人家是昨天就出发了，比他们早的，或者是他们下午出发，人家上午出发，比他们出发早同走，比他们走的早的人们，这个时候通就变成了人了，就是走的人，然后后边加门，走的人们。如果要是不是指走的人，那本身就是指他这个动作，那通你到时候看句子，比他们出发早的人们，这是主体了。康巴铁纳。康巴铁纳，在那个房子里，这个咱们汉语里头说房子就不合适了，因为房子都有墙壁了。在那个它是凉亭中，凉亭里，在那个你要是准确了，就是在那个建筑物里，在那个凉亭里头呢，低行缺斗，在凉亭里头干什么呢？做两个动作。低是什么呢？就是休息，很简单。这个休息，实际上它又有修身养息的那个，就是咱们一般理解休息是暂时的一会儿休息或者长期休息，它有修身养息的那种基本含义。休息和干什么呢？休息缺多，缺是什么呢？跟那个蝶有点相像，一个是住，一个是坐，就是长期了就是居住，短时间就是坐，缺多。在这儿呢，当然就是坐着了。说比他们早的那些人，正好在那个凉亭里头休息坐着，休息和坐着。这休息和坐着，其实在汉语里头就是在那坐着休息，把前边当成目的方式，都可以。
这个缺呢，咱们还联系一下啊，翻回来见一下面，173页，缺多173页，最上边一句中间这儿说，咱们就从他说，他是强求给拉姆拉缺吧，就是啊，他是强求给拉姆拉缺吧。他是强求给拉姆拉缺吧。他是解脱，说这个菩提道拉上理缺多，你看，让他做到，让他住到这个菩提道中，解脱的菩提道中，哎，让他住到解脱的菩提道中，给他放进去。这儿就是这个一个住一个坐啊，他们现在是在凉亭里头呢，一边坐在里头一边休息。这样的话，这个就老重复的出现的多了，慢慢这个单词就理解的也好了，也记住了。语法现象还是那个巴来瓦来无所谓了啊，就是在当时读一遍啊。铁大他们借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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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修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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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语都通话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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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尔纳康巴桑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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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瓦西约的，西瓦西约嘞，西瓦西约的，西瓦西约嘞，铁大嘞阿尔通话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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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巴铁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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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缺斗，地形快斗，地形缺斗，地形快斗，时间54，下边这一句来一句吧。题材呢，你猜呢？在那时，恰大吉假缺灵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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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们即不定指代词，就是某一群鸟们，某一群鸟，哎，假缺灵呢，大海岛，从大海岛，哎，从大海岛，从大海岛干什么呢？这啥啥哇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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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稻子一个大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大米了，大海岛上没人管，只能是稻子，哎，稻谷。啥是吃？啥啥哇，就是动词的重复，表示动作的连续做，持续做。吃啊吃，哎，啥啥哇来就是吃啊吃，哎，表示这个延续动作。这群鸟啊，在这个大海岛上啊，吃稻谷，那是天然野生的稻谷了，吃啊吃，来哇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吃，咱这吃了，他这个撒撒哇来就不是吃了一下，就是咱吃了好一会儿，哎，这种情况下，这个你妈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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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谷的捏妈就是穗儿，啊，稻谷的那个谷穗儿，开的带上，带着稻谷穗儿，带也可以状语，带着稻谷穗儿这种方式做下边的动作，带着稻谷穗儿干什么呢？扑着哇来，扑着哇嘞，扑着哇来，扑着哇嘞，飞，就是吃啊吃，吃饱了之后呢，他们又叼了一些稻谷穗儿呢，飞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啊，这哇来哇来，前边是吃的情况下，这样现在又是飞的情况下，又发生下边的事儿。飞的时候呢，给别破张给太嘎亲来，给别破张给开个亲来，给别破张给太嘎亲来，给
给破张给泰嘎亲的。国王的宫殿的泰嘎，泰嘎是什么呢？就是正前方。一个意思是正前方，一个意思是侧面，两个意思都有，到时候你判断。侧面就是旁边啊、周围啊也都算啊。但是它这个词在抽象意义上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直，对直的方向，就是直冲着，正对面，也是从它那个正前方来发展来的，就是对直的方向，就直冲着。它这个直呢，就发展出一个抽象的含义，就是直不歪，正不偏，发展出这么意思来。你比如说太狗那个翻译，太狗就是直译，就是直译就是什么呢？不管意思，就是这儿有一个词儿，我就这是比较典型的直译了，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对着译，直译啊，这是这个极端的直译了，它抽象出那个直字来。现在呢，它就是说周围，其实就是不是强调的正啊，它还真是强调的前面，就是王宫的前面正前方。其实前面也不一定是正前方，周围也算王宫前面。说国王的宫殿的前面亲呢到了，他们在空中飞的时候啊，从空中相对于地面到了王宫这个前面了。然后啊，这个你妈他记晓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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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穗儿，然后他一部分即某一部分，这个塔就不是全部了，因为它不可能到那儿所有的那个鸟穗儿都掉了。这个塔就指的不是一个，就是复数，某一些稻穗儿啊，晓得失落，掉下来了。破张给太嘎轰哦，破张给泰嘎轰哦，破张给太嘎轰哦。破张给泰嘎轰哦。这个他们在天上了，这个一部分稻穗儿一失落一掉下来呢，轰是掉下来，掉到了太嘎加一个嘎日加一个然，就是方向，掉到了太嘎，掉到了前面，掉到什么前面呢？掉到了宫殿前面，就是宫殿前面院子里，掉到了那院子。这个读一遍啊，读一遍休息。提菜呢？提菜呢？恰大吉家缺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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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这啥话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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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你妈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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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话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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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别破张给太嘎亲呢，给别破张给泰嘎亲呢，给别破张给太嘎亲呢，给别破张给泰嘎亲呢，这给你妈他记晓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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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张给太嘎轰哦，破张给泰嘎轰哦，破张给太嘎轰哦。破张给泰嘎